真正的寧靜。節錄劉墉。我們常夜裏駕船出遊，沿湖畔叢林，打着手電筒，找那些野生動物閃閃發亮的眼睛，或則到水壩的邊緣探險，看喺月光中蜿蜒如帶的壩下溪流和淺渚。此外，我最愛趴在船頭，於月色的幫助下追逐夜鷺。它們總是貼着水面飛，趴在船頭的人必須不斷指示駕駛人方向，而追着追着，我們就仿佛都變成那神秘的夜鷺了。湖上最難令我忘懷的，是幾個詩人邀我騎馬沿湖賞月的夜晚。識途老馬一個勁兒地向前奔，那些蜘蛛網、樹葉和小枝子們則無情地迎面而來，使我不得不幾乎伏在馬背上。那夜有着淡淡的霧，由湖面飄來，穿梭在樹梢間，使得一輪滿月變成迷蒙暈黃的光團。我突然聽到一陣飛鳥撲翅的聲響，在寂靜的森林裏向四方回蕩，又仿佛從四面傳來，使我蓦地有一種感動。真正的寧靜不是無聲，空山松子落，萬戶島衣聲，乃至竹雲松濤晨鐘暮鼓，鳥轉蟲鳴，繁敗吟唱，這些音響不是更能與我們心靈契合，使我們忘記機巧，回歸自然，而有一種無比甜惜與寧靜之感嗎？